看嘛是健康的话题，来关心现代人鸭头族愈来愈多。上新的调查嘛发觉讲，台湾人逐工用电脑、手机啊，这三 C 产品，差不多是10.7点钟。头一届超过10点钟，嘛是有史以来上介久。也就是扣掉你咧困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差不多拢伫咧看三 C 产品。因为手机啊荧幕较细，较会引起到目睭的金马较红，啊若年久月深，就引起到大眼睛。特别是10岁到19岁，都要特别注意。用3C 电子已经真做眼睛的鸭头族，逐工拢酷酷咧买手机啊！有最新的调查讲，台湾人平均逐工用这个3C 产品的总时数，头摆来拍破10点钟，已经来到10点钟7了。这超过去年9.9小时，已经创下新的纪录。一般也是50岁之后会比较常见，但是现在因为也是同样的问题，3C 电脑那个用的时间都蛮长的。更早的话，甚至是国高中生。根据调查，台湾人伫去年逐工开2小时过24分咧看电视，今年看电视的时数比去年较少。这主要是因为即卖人逐工平均册开4-5点钟咧使用电脑，也若这个使用智慧型手机的人，今年逐个人逐工拢平均开3.6小时，伫咧看戏剧，也是讲耍游戏，甲算的平均一个人一工个开10.7小时，目睭拢真调的3C 的荧幕咧看，安尼嘛，互大目症提早来报道。根据统计，10岁至19岁的少年人治疗大目症，从去年的3%新增到今年的12%，比原本加逼出3.36倍出来。也若这个20岁至59岁得大目症的人，嘛有变较侪的趋势。过来，即马60岁以上的老人，嘛同款无代志就咧买手机啊，所以治疗大目症的人口嘛比去年加成长2%。安尼，互国内治疗大目症的病例出现这个耐熬型的现象。把东西放在大荧幕上面看，那也要控制那个用眼的时间，要大概30-40分钟，让眼睛稍微做个几分钟的休息。医师建议讲，若想要保护目睭的健康，上好半点钟就要休困一摆。另外，若想要看连续剧，就要避免用迄个照细个荧幕真咧看，安尼才袂互目睭过度疲劳，来造成目睭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